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4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今下晡3点多，陆军第6军团伫嘉南的营区有一粒炮弹，唔知什么款原因爆炸，造成9人受伤，其中2个伤势真严重。中岛风台杜苏瑞方向有修正，可能会登陆台湾。即届东南部威胁上大，上紧下暗的时阵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行政院长陈建仁最近和诈骗集团偷用相片，讲要送到做车互民众，怪民众加入带军组。行政院也要提醒民众，这拢是诈骗。国军当日汉光演习xuất发来发生意外，今下晡3点多，陆军的这个第6军团呢，伫嘉南的营区，就这个官兵伫咧这瓶弹药整备作业的时阵，有一粒迫炮弹，唔知什么款的原因煞来爆炸，造成9个人受伤，其中2个伤势是真严重。总统府也表达，蔡总统对官兵的慰问，要求这原因就要赶紧来查，而且也要确保部队人员安全。救护车真紧驶出陆军团伫嘉南的上风营区，因为只是下晡3点，营区发生炮弹爆炸意外。军方证实，官兵伫举行弹药整理作业时阵，一粒110公里的炮弹因为不明原因爆炸，造成9名官兵受伤。今天下午3点多执行弹药技术检查作业时，其中2栋迫炮疑似发生爆炸，原因不明，造成9人送医，其中2名伤势较重，目前医院全力救治当中。附近居民是心惊惊表示，迄时阵听到真大爆炸声，然后就看到营区庆祝白烟。这跟演习无关哈，跟大家报告就是有炮弹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慎引爆这样子，在我们中正区的社区里面，然后有这样子的弹药库，大家过去就有很多讨论。那今天发生这样的公安意外，我觉得这是我们也要好好去思考。嘉南市长谢国良也报告营区关心状况，初步了解现场姓罗、姓王、姓周一边加姓地、姓刘上兵等5人轻伤，姓混上士、姓洪中士伤势较严重，传出手骨炸断，分别送去嘉南中警甲嘉南3总，另外2人无送医。总统府也发声明表示，总统伫第一时间应掌握相关消息，支持全力救治，也要求军方赶紧调查事发原因，确保部队人员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军年度操演汉光39号演习今日开始，头一天操演的重点放伫咧战力保存，考虑到中国嘅空军会去攻击西部的空军基地，国军的这个主力战机呢 F-16B 幻象2000，也个有 C-130运输机，拢飞去台东的志航基地，也个有花莲的嘉山基地进行战力保存。另外，海军当中的海防机动第4中队的飞弹发射车，也对这花莲出发去到台东。负责固守东部海峡的重任，原来国军呢，这届要动员后被告掉，甚至有女性的体官兵主动争取告掉，要做回来守护岗。战机引擎声伫台东的天顶响起，国军3大主力战机 F-16V 日时为加入紧急升空，9台战机陆续飞往台东志航基地，C-130运输机也为屏东北角位展开汉光39号演习。操演头一天主题是战力保存，因为驻守西部的空军各基地，暂时可能成为强军第一波攻击目标。各战机转场到东部基地，幻象2000为新的基地起飞，转场花莲嘉山基地。F-16V 嘛升空暗号，甲往年无共，幻象2000落地了后，毋是进入洞库保存，是伫基堡加油整补了后，太平升空反击。为了因应强军航艦有能力介入东部海峡，空军必须掌握东部制空权。也不是光飞行员把飞机飞过去。他地面上的机工长维护飞机的人也跟着过去啊，所以有空中梯队，有战斗梯队，然后还有铁运梯队，那都要过去。那这换句话说也是来劳师动众。那到花莲到台东的狮子山，毕竟比较安全，那个地方的抗炸能力比较强。志航基地4台天宫3型飞弹车伫大阵军力的介护进行移动转场，保留反制能力。移动雷达车离开基地，去卡一角的所在太平。海军海防第4机动中队透早为花莲七星潭驻地出发，到台东太麻里完成部署。飞弹发射车搭载向2、向3机动反舰飞弹，演练监控东部海峡的强军舰艇，完成攻击整备。若是原定要紧急出港的海军舰艇，考虑风台要来，所以停留伫宜兰苏澳渔港。评估海上状况，再进行操演。
全台各地是展开后备动员、后备官兵赶往战术位置进行临战训练，支援双臂部队。透早有120个教调员伫桃园阳明国中集合，包含19个退役的女性官兵主动争取教调保卫工园。因为女生应该也要有爱国家的心。连续5天的汉光演习重点包括通机场头一届演练反机港任务，台北港加8里瓦拉尾海沙堡是展开夺港防控。另外，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是国军重点防卫目标。蔡总统会亲身指导桃园炼油厂的防护操演。记者综合报道。连续5天的汉光39号演习，头一天伫中华海岸要进行，工兵伫咧沙堡区起造8条的阻挡设施，要防止敌军上岸。军事专家就强调讲，这沙堡的阻盖设施是反登陆作战的一部分，成本低、效果真大，这是非常重要的。地图机伫沙堡来回整地，线内由官兵共同设置阻碍设施。汉光演习2时举行，陆军10军团52工兵连伫彰化县线西海岸建立8个防线，守护国土安全。这边看到的中土机、挖土机来协力构筑消波块的吊挂、战车壕、沙墙的制作。8个防线包括水边、沙堡、岸边3大区，包括消坡地港、其他港市、建车沟、沙墙、四线闸、桐油放火区、蛇北型铁线网等阻碍设施。国军证实，中华线西海沙堡就是有利敌军两侧登陆的红色沙堡之一，有1500至2000公尺以上，适合船攻入来。后壁还有真宽，会当做基地。军事专家表示，这种海岸阻碍设施都是反登陆作战的一项，成本低、效果大，在国土防卫内底袂使无。敌军在登陆的时候，最困难的是这种就是界面转换，从水际到岸际，从火力的主角到这种沙滩的最后的主角，用来就是消灭敌军，让他无法对台湾进行有效的攻击。我想这是我们整个国土防卫中一个很重要，而且可以利用的一个低成本的方案。而且在中华海岸也有第5作战区反击作战演练，模拟敌军进犯，因为拄到风台过境，作战部队讲已经完成整备，会等待国防部指示。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天气，讲到这中度风台度数会继续伫咧变强，下晡也甲这路线预测改向南边一挂。气象局预估这雨水拢会落伫咧东南部地区，特别是台东，这雨可能会真大。气象专家也要提醒讲，虽然这风台登陆机会变较低，不过这结果无受到地形迫害，南部甲东南部地区影响会比较明显。多数的风台目前以每点钟1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行，风台眼清楚看会到，结果愈来愈杂北。虽然受太平压、高压势的影响，上升有保路线有淡薄仔往南修正，中心登陆几率降低，也毋过强度压力增强。暴风半径会继续扩大，拜一起外围风系对影响台湾，拜3、拜4影响上明显。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广泛的大雨或豪雨出现，尤其是在台东可能会出现大豪雨的状况。这样子雨势比较大的情形，一直要到礼拜5台风登陆中国大陆之后，才会逐渐的减弱。气象局拜一暗发布多数的风台海上警报，拜2下半天发布陆上警报，拜3起。这方面的东北部会有10公分等级的降雨，拜4雨区扩大，全台各地有雨。东南部爱严防大变雨，拜5顶半日天气犹原无稳，尤其中南部风场转为西南风，犹原有可能较大的雨势。若风台无登陆中心结果无受陆地破坏，可能对东南部、甲南部威胁加重。10级风帮我们半径可能只是擦边而已，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因为这个时候环流，它的台风受到结构破坏的这个量就少得更多，所以等于是说南部还是容易受到这个台风环流偏南风或西南风的影响，那还是有可能会有强风豪雨。尤其是那么久没有强烈台风接近，或者说强风发生啊，这个路上的招牌甚至交通号志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前气象局长陈明典伫退休了后，头一摆接受网络电视专访，也提醒民众，台湾有大约3至4年无较强的风台发近，多数里可能对东南部带来10级以上的强阵风，中部以北也有9级以上的瞬间强阵风，未通疏忽。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度数会特别晚近，不过之一伫咧高雄港外海沉去的货柜船，到今日下晡3点时阵，也有200外货柜无浮起来。高雄的港务分公司调动相关的机构，希望明仔载会当总概处理起来。
另外，高雄也预告讲，这拜三时啊，雨水会增高，已经把这下水地的水拢先抽起来，避免风台的时阵造成淹水。那些货柜卡伫红鼻头渔港，也是中门山坡附近，陆续吊挂进花。高雄港外海已发生外国籍货柜船沉船事故，经过这几天一直拖入来。到24下晡3点，也是有2摆货柜线伫岸边，也是海内，连屏东东流航线都看得到货柜。委任的处理船队已经以空拍机的方式进行相关搜寻，在安塞水域的部分，已达到加速处理的进度。那对于在岸际的货柜，也调派车辆尽速加强吊水的作业。为了确保港口甲海域安全，内政部长林佑昌要求这2天要赶紧把货柜拢吊起来。港务公司调动中南部相关人力甲设备，加紧作业。因为风台杜苏芮渐渐瓦近，台东24早起大影一直现，沿海已经看到2米高的海影。往回兰苏甲绿岛航班25开始停航3天，一寡游客嘛提早坐船回来本岛。因为它船明天停驶。太古无风台来，弄的这块。台东已经有3年外无风台侵袭，富港渔港有渔民烦恼风台会甲船吹甲变去，也是吹上花，所以赶紧请吊车甲渔船吊起来防范。除了海上封闭，因为风台暴风khu会影响中南部，高雄市政府2025至27的山区总雨量会达到600至900毫米，嘛赶紧加强应变。早上呢，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抽水设备的一个防洪测试。都惊水袂消透淹水，水利局透早就整备真侪抽水站，确认过欠水池、水漏河坑，也是维持计水位。市长陈其迈下晡嘛去视察，表示相关局处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嘛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这个风台侵袭。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底要来伫嘉义山区的农民是赶紧抢收这农作物，也替这园仔内面的农作物做防台措施。也若海边的渔民先甲乌病拖倒转来一寡蚵仔先采收，希望会当减少损失。渔民无用操作钓蚵仔的机器来钓早起时啊采收转来的蚵仔。风台杜苏芮虽然也未对台湾产生影响，不过嘉义县沿海的蚵农已经开始先做准备。乌病啊，唔若拢救转来啊，嘛趁海影也未大，赶紧抢收蚵仔。你也拄好有即摆会算风险大，风险大嘛是算。就一抓拖转来都要4000几啊，4、5千块油钱啊。哇，嘛是爱去拖，惊抓。无多啊。除了海区的蚵仔农真无闲，山区种植的农民嘛有人开始做预防风台的准备，有人加强固定园仔内底的作物，嘛有农民赶伫风雨来进前赶紧收成。今日风头哦，紧会去带叮当，带叮当，咱变成讲，紧相对就变大啦。啊，伊风来忙啊，遐尼啊，无过倒啊，还紧采收一寡好成本啊。风台杜苏芮豆豆啊接近台湾，虽然目前也未确定敢会登陆，不过靠天吃饭的农渔民拢唔敢过放风，拢已经提早做好准备，希望会当降低风台所造成的影响，降低损失。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最近互诈骗集团偷用相片，讲要送投资的车互民众，乖这民众加入咱的群组。行政院表示，这拢是诈骗，提醒民众唔通相信。行政署也统计讲，去年这款类型的诈骗，去年就6600多件。就学者直咧讲，利用有名的人讲要投资，伫时间短会当趁真济，才有可能讲这就是诈骗。行政院长陈建仁时接见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29届会国访问甲投资考察团关心考察情形。陈建仁最近互诈骗集团假用相片，以免毁送投资册，写民众加入假的赖好友。行政院长称这是假造名人投资诈骗广告手法，刑事警察局已经出手摕落来。针对此类型诈骗广告，刑事警察局已与 Facebook、Google 及 YouTube 等业者合作，于165全民防诈骗官网增设检举诈骗广告专区，建立下架机制，提供全民更快速方便的检举管道。正商名人红盗用相片，也听到最近包括联华电子创办人周兴成、大数企业总裁王培贤、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台积电资产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人，拢互冒名注册假的名册，吸引民众加入投资群组。根据警政署统计，去年有29702件诈欺案，其中假造名人投资诈骗案6600件，金额超过34亿。平台业者，也许他们可以加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可能他们要 po 一些相关的这样
样子的一个讯息或相关的部分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过去国外都有一些实名制的认证嘛，你不能说随便爱破就破。学者分析，诈骗集团利用网络快速传播，加上名人名气，下民众哄骗，操作买卖股票骗钱。受骗的对象集中对退休警官少年族群。那安怎避免哄骗？学者提醒，看到名人推荐稳赚不赔、低期高获利，拢爱提高警觉。行政院打诈办公室表示，刑事警察局已经甲社军平台合作，正式检举专区，建立路基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传出防恐吓，今早起伫外省县的群组着一张图片伫咧流传，讲要找外省县去到指定的所在领证，去到林淑芬伫新北市罗州的服务处开证。警方调查了后，中昼抓到嫌犯，想袂到这个嫌犯竟然讲这只是讲耍笑尔，特别是依照恐吓罪该上办。为什么要开玩笑啊？这导致演吗？对大家问题无回答，这互人带顶警局10个人自时早起伫外省平台路段打出穿的相片，要求外省原告民进党立委林淑芬伫罗州的服务处开证，而且要将证据断了了，佮讲接单成功了后会通知不平箱的密码，内底放一支钱甲运费95块，警方马上将人抓到。第一时间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同时锁定犯嫌，并在3个小时内将犯嫌查缉到案。经初步侦询犯嫌表示纯系开玩笑。那本案已触犯刑法公共恐吓公众罪将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40岁姓郭嫌犯抓到了后，讲伊只是作业，因为其实伊是接单的外省员，提示比称想要到将订单铺上网了后引起风波，把打电话到林淑芬服务处说明，佮表示家己住伫罗州，是林淑芬的支持者。这个恐吓的意味颇浓了哈。老实说，一路走来，我们的问政当然得罪了非常多的利益团体。也有人时常告诉我说，人家报仇3年不晚，所以你自己的人身安全要顾虑一下。林淑芬自认是文政得罪人，才被恐吓，长期关注社会福利环保是安这议题，个性正加公会。伫民进党是高照，各地内地法案投票弃权，互党团处分停权3年。不过已经连任5届立委，这2届各提新北市相关票，基层实力坚强。指控二苏三节目前也无出现挑战者。记者综合报道。甲观众朋友提供一个上最新的消息：伫宜兰大溪一间铁厝，今下晡4点外熊大火烧，烧到隔壁的2-3楼，造成一对母仔囝掉伫内面。这人救出来时阵，已经不幸来死亡啊！宜兰消防局接到报案，派人赶紧去拍火，不过这2个人救出来，拢失去生命现象，送病院有关救无回来。也若详细导火原因，警方阁需要调查。伫高雄左营莲池潭附近，日有强标举办绕境活动，说伫个左营大路顶路段放炮放烟火，规条路拢是烟，引起民众埋怨。高雄市环保局、消防局也个警方拢到现场，发现到空气污染，也个这炮火拢无变情形，总共甲因开27张的罚单。新桥加大炮火18加大，信道的沙面和乌烟混搭变黄色，余地伫高雄莲池潭附近，当地强标举办绕境活动，放大量炮火烟火，造成左营大路、左营下路顶沿线道路拢是烟雾，不管的民众路也铺上网海惨。有那个水车跟后面用花，个人个在跟后面个用车子来清。居民退票方讲话表示，强标有出动人力甲设备沿道清理，不过环保局到场时前发现，乌烟造成空污，各部分所在无清净气，以空污法甲废清法开出14张罚单。环保局接获10件陈情，燃放鞭炮产生大量明显粒状污染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裁处1200到10万元罚锾。环保消防甲警方拢总开出27张罚单。消防局表示，虽然宗教活动放一般的烟火无需要申请，也不过现场炮火违反产品说明，对康师傅以及违反高雄市炮火烟火驻地条例，会依法开罚3万。对大家感到不好意思。那后续的这些处理动作，我们都有做马上处理的。那也感谢所有的民众有配合我们，那对我们有所包涵。
日是下昼工作人員伫宮廟門口拆除布置，廟方回釋的表示，因為頭一擺辦大型活動，對相關規定無夠清楚，才造成善後無周全，已經派人加強清潔，也會檢討改進。記者綜合報道。伫咧東歐時間23半暝到24透早這段期間，羅西亞加烏克蘭攏有傳出爆炸聲音。烏克蘭西南方灣烏海重要港口奧德薩，和羅西亞用飛彈攻擊。伫港口附近一座特別到300年歷史的大教堂也被毀掉，附近有一個民眾死亡。也來講到羅西亞的莫斯科呢，有無人機喺天頂飛，落尾受到無線電波干擾，規隻摔落來，加在是無人着傷。為附近民眾用手機翕的畫面，因聽到精彩噼里啪啦引進的聲音。外電引用俄羅斯國防部消息講，兩架無人機飛到莫斯科，意圖不明。然後由軍方電子戰部隊用無線電波干擾，然後失控，最後落地南區的利哈切夫大道頂懸一間商業大樓的厝頂，互商頂懸幾個辦公室的窗仔攏破去。Просто вот хлопок и все, ничего такого летящего не было. Хотя окна открыты, ночь 3:39 и как бы。因為唔是主題區，佮唔是上班時間，所以無造成任何人員傷亡。除了地面由警方暫時封鎖附近道路，俄羅斯外交部等單位只是天光了後發表聲明，譴責烏克蘭想要用無人機發動恐怖攻擊。不過烏克蘭並無對俄方的講法作出反應。時間歐美國家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鬥陣批評俄軍用飛彈攻擊奧德薩市區，主要造成民體損壞甲一人死亡。當地因講是全球前10大之一，也是烏克蘭上大的東正教堂，主獻信仰主教座堂嚴重損壞。Приехала охрана, сказала, что здесь повреждения. После отбоя тревоги мы сюда приехали и вот увидели. Прилетела в дом, взрывной волной нам снесло. 俄羅斯認為進前克里米亞大橋各受到攻擊，是烏克蘭由海上所發動。撤回攻擊這座船隻來發射武器的地點就是奧德薩。當地民眾指出，奧德薩無任何軍事設施，不應該遭到飛彈攻擊。不過，這啲烏克蘭西南部毗鄰烏海港都是烏克蘭重要的海軍基地。兩邊講法是真是假，攏愛國驗證。公視新聞時間人報道。在咧加拿大東部的省份，最近受到這52年來上屆嚴重的大水河吞大，造成這個交通建設橋一個鐵路攏壞去，甚至鐵路的這個地基攏漏了。這大河造成水崩山已經有4個人失蹤。另外講到中國頂禮拜也因為大水河造成水崩山一個做大水，目前也是傳出傷亡在即。鐵基路下骹全部予大水沖蝕，這個景象看落會驚。加拿大東部諾瓦斯科西亞省頂禮拜五拄到52年來上屆嚴重的大水河侵襲，短短24點鐘內，部分所在降雨量都超過250毫米，差不多等於是3個月累積的降雨量。毋那鐵基路規個路基無去，為空中看來厝攏浸佇水內，四界攏焦水。People have seen their homes damaged. People have seen, their safety at risk,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without power, particularly with rainfall expected to continue. 這陣大水河甲水災造成4個人失蹤，其中2個是囡仔，全部攏是車去大水淹去了後失蹤。官方也持續在搜救。當地省政府是講，目前已經疏散500-600人。不過，這個災害影響當地交通建設，不少橋道路攏中斷，帶來料想未到的損失。We have approximately 25 bridges impacted across the province. 19 have been damaged. Investigations continue on that. But six of those bridges were just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it's incredible to see the force of the water and the impact it's had. 雖然目前雨有較溫和，不過大水河強勁過來。諾瓦斯科西亞省頂禮拜六宣布全省進入緊急狀態，一定持續到8月。大於250毫米。同款有嚴重水災，還有中國。頂禮拜六，浙江遼寧內蒙古江西真濟所在，攏予大雨侵襲，煞做大水。遼寧災區水淹甲胸坎，救災人員敢來當用行甲災民挨出來，已經疏散將近5600人。浙江杭州這區里村莊，閣因為發生土石流，造成5個人死亡，3個人失蹤。公視新聞張淑平編譯。
伫咧印度有一个3岁囡仔无细力，落入去12公尺深的古井内面，经过6点钟的抢救，总算有救出来。另外，伫美国也有一个囡仔，伊伫田里拍无去，落尾出动直升机找人，人总算是平安找到啊。救援人员拍伫水井边啊，提手电啊观察内底的动静。一个妈妈就去伫边啊咧等，因为伊3岁囡仔拜日伫印度东部纳兰陀地区省的时阵，落入去12公尺深的水井内底。救援人员马上出动机具来学，同时控制要提供上述的管啊加摄影机观察囡仔动静。经过8点钟的抢救，总算成功将全身落河的囡仔救出来。救援人员赶紧用背部将囡仔包掉咧，送去救护车。好佳在经过治疗了后，状况稳定，无啥物要紧。另外，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的格林郡，最近当地有一个3岁囡仔碰见，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出动直升机敲找，总算发现囡仔影者。警方表示，囡仔伫案发迄一天晚暗6点，趁电报无做费，为后庭走出去，穿过环美田甲公路，家己一个行伫沟仔边，最后互人发现伫一个黄豆田。亲人知影消息了后，赶到现场将囡仔抱转去。救援人员也感觉真幸运，找几啊点钟了，囡仔用平安回来。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来看这条，敢有一个执法上过头的问题咧。伫美国呢，有一个非洲的司机，因为交通违规，互人砸落来，就算这个司机已经甲双手举悬啊，警方要求放狗甲夹，这过程拢互警察身躯顶的摄影机翕落来。Do not release the dog with his hands up. Do not release the dog with his hands up. Don't. 虽然有其他警官提醒唔通放狗，一个警犬也是走去夹一个被拿检的非裔查甫人。这违规查甫人已经落车，举悬双手，在地警察有权无听劝阻，放出警犬。警犬出来救，这查甫人听甲一直发出惨叫。这时阵，一个女警看袂落去，点点离开。现场警方真无简单，才将警犬救开。违规查甫人被上铐的时阵，看出伊的倒手拢是伤痕。这代志发生伫7月初，23岁罗斯驶的货车因为无分达，互警方拿检无停，伫俄亥俄州的高速公路逃走64公里，才被砸落来。伊落车时阵无攻击的动作，却互警方放狗夹伤。美国优秀警长协进会批评警方是野蛮，互人想起1960年代南边发生的向民权人士放狗的可怕历史。因认为这回警犬夹人警官应该受处分。俄亥俄警方目前在调查规个代志的发生经过。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来看今仔日下晡呢，伫北部7县市是万安46号演习，下晡1点半举行。伫南港车头有无记号飞弹攻击情景，引导民众疏开。也因为车路拢爱管制，本地热的滚滚的西门町，煞变做是爱清出一个空间来配合演习。新北市的部分呢，这市长侯友宜有指出讲，因有清点9700外台防空避难设施，通好比879万8000外人，等是新北市人口的2.21倍。隔日爆炸声，大火乌烟直冲，南港车站无记号飞弹击着，消防人员到场抓水灌救，车站人员紧紧引导站内民众疏散。万安46号演习北部地区临时登场，台北市市长万安受到南港车站关键基础设施抢救演练，搁到南港高中看灾民收容。空袭警报响起，警察引导民众将车辆往边停靠，完善道路西门町上款拢无半人。这摆万安演习实施车停人疏散操演，违者规范。我们这次的原则就是车停人就近疏散，如果没有依照相关规定疏散避难的话，3万到15万。当然，这个疫情也轻重。现在抢救演练部分西湖市场方选做避难场所，警报响起，团伤做好安保状势，一归都是10几分钟，一礼拜已经有演3摆，也传出团伤报案。事后我也要请我们这一个产发局，不管是加载金，我刚才同意他大概
加给他们10箱的啤酒来鼓励他。新北市部分市长侯友宜亲自视察街区疏散避难，搁查看防灾包，侯友宜指出，已经半点新北防空避难设施会当容纳超过879万人。那目前我们盘点出来的防空避难设施，总共有9779处，可以容纳879万8000多人，这样一个比例，大概达成本市的人口的比例的2.21倍。侯友宜表示，中共表态是常态性行为，台海区域安全变化真紧，马安演习爱强化民众，当战争来时的自身保护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当日审查性骚扰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其中宽赦性骚扰的关系甲样态，真侪条约立委拢支持讲，爱甲宗教或者是信仰的部分列入去。不过，卫福部表示讲，若讲到宗教是比较较歹去定义清楚的。妇女团体也认为讲，这宗教相关的性骚扰案件真侪，若准备真正防治，就要赶紧甲这空棚补起来。国内Me Too运动还阁咧逼进前度大毕业生讲，伫校的时阵，互校方团契内底资深牧师性骚扰1年半，加害人依照刑法第228条防定罪，是全台湾头一个宗教宽赦威胁的司法判决。即马立法院当地审查性骚扰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宽赦性骚扰关系样态，是不是列入宗教还是信仰引起讨论？我觉得该做的就该做了哈，有很多假宗教之名啊，行掠夺之实的，不管是他是掠夺财物或掠夺这个信徒的贞操，宗教行为之中的全是性侵或全是性骚，大家关注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你今天我们在修这个条文，把宗教信仰放进来，你告诉我说，因为它很敏感，所以我们不要放进去，我觉得我们很难解释啦。真侪条约立委支持列入来，不过卫福部表示，谈论宗教真敏感，也讲可能无法度定义清楚。信仰的部分是比较麻烦的，是那个定义要去处理会有一些问题。基于这一个信仰，然后要利用权势或机会为之，这个有点两个相连，不一定连得起来啦。卫福部甲立委意见无同，条文先做保留，留伫第2轮讨论。妇女团体表示，部分性骚扰受害者无愿意用司法解决。心理脆弱的时阵，寻求信仰支持，不过确实也有接到不少宗教还是信仰关系性骚扰的求援案例。恶灵的部分去做一些驱散等等，他可能就会运用一些肢体的方式来去做这些处理。他如果拒绝了或者是抗拒了，是不是就是会触怒了就是神明？通常在行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被害人往往是处在一个真的是非常困惑的状态。妇女团体呼吁爱赶紧把宽赦性骚扰关系样态列入宗教还是信仰，每当因为定义困难都无做，让性骚扰防治出现漏棚。记者综合报道。少年人的这个文化成年礼金1200点，对6月初开放以来，短短48天，抵用金额就到3亿。文化部今是搁再宣布，若买这青年座位的票，会搁加送100点。政府明年也会扩大到16岁，还有22岁，差不多有150万人会当摕到这寡福利。天气风了，海水宽了，我要不得不做。当在唱熟悉的电影歌曲有剧团，将这部捌情红的国片以音乐剧的模式搬上舞台，呈现当年拍电影的幕后辛苦。特别的部分，并不是说我们把电影拿来演，而是在演这一群热血，一直想要完成这个梦想的这一群人。疫情等候了后，艺文电影恢复正常。文化部发予18至21岁青年，红叫做文化部的文化成年礼金1200点。为6月初开放领以来，短短48天，文化部的 Apple 注册人数超过74万，抵用人数超过33万，为艺文市场注入3亿的外水。对学生而言，应该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盼望这个政策可以试着更多的资源能够投入。图书还是因为营业额单价比较低，从出版业的角度来看，不是很好的政策。其实最好是可以从小孩子开始培养起。文化部的使用类别中，册店甲出版业有关超过半数，基础是艺文电影。那伫青年社会的加持，艺文电影的支出增加不少。
我觉得他给我这个钱，让我可以来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已经很够了。唱会的话，可是我可能1200的话，我可能就只能买到比较后面的位置，不够。因为如果像是看演唱会的话，通常都是一定超过1200。对这项政策，青年拢希望金价加一点啊。为着鼓励支持文化发展，文化部宣布增加购买青年设备送100点的优惠。那政府明年也会扩大适用范围，是16到22岁，有高适用人数会为100万人增加到15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肝癌是国内民众10大癌症死亡原因的第2名，今年大概有7000多人因为肝癌来死亡。这个健保署今日就宣布讲，对8月开始，针对符合条件晚期的肝癌患者，会给付因双漂配疗程，也就是免疫疗法加漂配药品。因为国际研究讲，若准这2项做伙来用，这病人存活率会当来到6个月。患者一年通好升300多万，也若健保是一年爱开5亿。肝病是国病，肝癌是10大癌症死因第2位，而且肝癌早期无明显症状，未少人发现的时阵已经是晚期，增加治疗难度加医疗负担。健保署宣布，为8月初1开始，针对符合条件晚期肝癌患者，第一摆将双标靶疗程纳入健保给付，也就是免疫疗法，并用标靶疗法，差不多有2072个患者受惠，每一个病人每年营升300万。很多的研究现在也都显示说 ，IO 这个免疫疗法要合并标靶的治疗，这样子的效果是更好的。健保署表示，过去免疫疗法单独用在肝癌治疗效果无好，最近国际上新的研究出来，证实免疫疗法并用标靶药品能提高疗效，末期患者整体存活期能延长5.8个月，已经加入国际医疗指引。2020年的时候，曾经有将这样子的组合跟雷沙瓦做一个比较，那这样子的组合的确在当时是可以打败雷沙瓦这样子一个治疗。根据健保给付条件，免疫合并疗法适用对象是接受过化疗，而且有晚端转移、肝淋巴侵犯、大血管侵犯的晚期肝癌患者等，每年增加5亿个健保支出。记者综合报道。在2019年，民众伫咧桃园有人骑乌托邦的时阵，因为这车路顶头台电的人空挂附近塌凹，煞害2个人伤在跋倒，骨折麻痹。最近桃园地方法院判决认定，这台电甲桃园市养工处拢有责任，爱做伙赔偿受伤的民众。车路顶悬，车来来去去，路边也常常会看到这种圆形、长形的人空挂，那用服无好，就会有坑洞。尤其落雨天积水，都可以让机车地残。骑摩托车会特别注意人孔盖或路不平之类的吗？会啊，也会啊，因为怕摔车啊。路不平啊，就是一骑摩托车骑下去哈，这样跳起来这样，那跌下去，脸会朝地，还是我这更麻烦。2019年，县长的10人骑机车载姓5个女性经过桃园中立民族路，因为台电人空挂附近有坑洞，互2人摔车，骨头进去。提告台电甲养工处2个养护甲设置单位，法院审理了后认定，这事故台电养工处拢有责任。算医疗、看护加抚慰金等，爱赔偿姓5个女子45万块，县长的10人203000块，专案也过因上诉。本处受理后呢，也同意赔偿。当时呢，因为原告无法提出无法工作的损失证明及精神的抚慰金过高，迟迟没有跟本处和解。本案于事发前经养工处巡查后发现缺失时，即已通知台电对此案路面缺失进行修复。电甲事发地点人空挂配合路边税收工程已经处理好，路面看无人空挂。养工处表示，依照桃园市道路施工维护管理要点规定，人空挂收费1公尺，由公线机构负责巡查甲养护责任。款照会个无清楚，针对判决结果，养工处甲台电拢会甲法律单位研究了后，佮决定是毋是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的关西凤山溪6月发生工厂违法偷倒废弃物，这县政府今年罚960万。不过，这违法的工厂拢无提出相关的清除计划，县政府临时派脚踏车去将烂土砍掉，而且佫伫咧现场采验，按算2礼拜会完成检验报告。这费用一寡工厂拢爱担起。溪水顶面布一层油污，现场佫传出臭味。新竹县凤山溪6月份，互业者违法偷倒有毒的工业废弃物，影响新埔、关西民众的饮用水源。最重要是把这些污泥要清掉它，因为每天到下雨整个关西镇都那个臭味。24透早，新竹县长尤文科带队来到现场，用怪手开挖溪底污泥，准备采样检测。分析了的结果，买以上检调。我们清的范围，先就这一块土地下方的消波块的这个范围，这个长度，我们全部的把它挖下来，而且全程是录音录影，而且挖起来的这些污泥，我们必须要保存证据，来给检察官这边来将来做一个采证使用。另外，溪边布花各残留部分的污染物。看不过在现场抽炸油用的锁啊，后续排用人工的方式清除。确认所有的受到污染的这个土壤或者是污泥，我们都清干净之后，这个工作才会停止。目前新竹县环保局除了派人加强附近巡查，卖每个月针对凤山溪进行采样，检测水质的变化，要来确保民众未来饮用水源的安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保守总队有查到山鸟市集团因伫咧新北市屋内偷走小蓝茶，犯案的过程佮换过了台车，警方一届抓到10个人，拢甲移送法办。盗发集团开车来到屋内山区的国有林班地，趁半暝将偷错的顶柜木材搬上车，过程全部拢叫林务局的自动相机翕落来。保持总队去年底接到新竹林管处的通报，屋内山区顶柜的小蓝去偷错，经过半年多时间追踪，今年6月初，兵分几路前往嫌犯新北市的消防处搜索，当场查到28地小蓝木，总重量148公斤。该盗伐集团分工细腻，分为盗伐组、车手组、保风组及收赃组，趁夜间连续多次狡诈变换车辆，进入林班地窃取国有贵重木。警方发现，这个盗发集团唔但是分工精幼，分做盗发组、车手组、保风组、收赃组，也个专门经夜间甲透早来行动，而且不断变换车辆。关键是以车对人，查出张姓嫌犯等10人涉案，也查到铁桥等犯罪工具，专案以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森林法、窃盗、赃物罪嫌移送法办。依照森林法第50条还有52条，窃取森林主副产物，或是有收受、搬运、寄藏、布买或是媒介这些赃物，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罚金。新竹林管处强调，森林有涵养水土的功能，盗发会使以森林法处1年到7年有期徒刑，盗发贵重物也可以加重基刑1/2，并科100万至2000万的罚金。呼吁民众共同来守护森林。记者新北新竹报道。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台南埔仔店，最近有设一个文物馆，展览900件国家级的文物。上界特别的，就是有6片历史所画门神，这拢是修复了后头一摆对外公开。因为被塑料手术刀顶工具用当咧进行艺术品救援的任务，经过8个月时间，甲原本坐镇伫咧埔仔店的门神修复完成。这6门神是民国67年判例水大师画，因为长期使用，古来必顺褪色，庙方去年参加民间发起的百庙门修复计划，互门神中显人原本的光彩。正做是百庙门计划第2间修复门神的庙宇。彩电咱看到伊是紫色的底，所以讲甲一般的迄个庙门较无共啊。伊的这个顶头的这个用色上面嘛较缤纷，修复的成果就像是对迄个盛开一对玫瑰安尼。王爷庙埔仔店已经有355档的历史，因甲原本老人会场地收回来，开200多万重新整建来设文物馆。馆内1楼除了展示判例水大师的门神，2楼有900件的珍贵文物，不论是日本时代岛群、摇签筒，也是大正3年的大型牛线。拢有精深的文化底蕴，
辩方表示，其中长讲15年的梁文湘戏路石雕是馆内历史上久的。相当咱是嘉庆年间的，然后了，咱有两件咱的路，迄种乡路内底，有可能咱是台湾县村唯一的第二的物件了。古迹店文物馆的这个开幕，还有潘丽水大师的作品的修复的这个典藏的这个案例啊，我想应该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往下走下去。辩方表示，望透过文物馆，让大家看到传统表演文化甲艺术的价值，嘛，互知影文物保存的重要性。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台南伫8月要推出新形态旅游体验，让游客会当真做一日的雕刻修复师。即马府城传统工艺要开放，让游客来做体验咯。提刻刀啊，一刀一刀刻出吉祥的花草，再搁描边线擦色，这是府城特有的传统工艺——嘉当立石榴。师傅刘进文受到邀请，做台湾府城风庙一日木雕师的老师，要教民众这项工艺。借着以这个庙道伊的损坏程度，和学员了解一些讲伊要修复的一寡定数。啊，第二点就是讲，咱以这个图腾，要学员做这个体验的活动吼。啊，这个图腾就是3多就是金龟，石榴。甲这个寿桃，伊就代表多子多孙啦。嘉当立石榴是以材质较硬的嘉当木做底，顶悬嵌入材质较软的石榴做花草，加做庙道的造型。因为材质软，年久月深，这个花草定定会起角，甚至变做茶油啊。修复真需要功夫。这项活动的计划人肖志涵表示，修复的过程未需精探来解破问题。类似一个解谜体验的这样的过程，一个没有被修复过的马龙顶下桌，它能够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历史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去知道说，身为一个木雕的修复师，他可能在现场会遇到什么问题。台湾府城风庙一日木雕师体验课，8月初5到初6伫庙埕举办，望透过活动推广府城特有的传统工艺。记者综合报道。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作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马来西亚槟城郊地区，在咧举办艺术节，也邀请咱台湾这边的歌王，也个舞团去到遐进行文化交流。台湾金曲歌王桑布伊受邀请到马来西亚乔治市艺术节表演，让大家伫后疫情时代，用透过伊的歌声，反思天地万物甲人类之间的关系。然后透过彼此音乐或文化或舞蹈，或者是生活习惯上面的交流和彼此认识，而产生了尊重跟互相欣赏。一个共款为台湾来布拉瑞扬舞团，也将布隆族的传统景点报正宫带来马来西亚。我们得到了这个部落的耆老90岁的耆老的许可，然后把里面的歌词、报赞的内容转换成舞者的生命故事。公司制作的南国启示录并且片也是第一摆伫当地放送。叫做《南国启示录》，其实是希望启发台湾观众，但是呢，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他们也认为我们的观点可能带给他们有另外的视野跟想法，所以就变成是一种不只是我们单一角度看人家的故事，最后还变成是一个交流的活动。乔治市艺术节进入第14届，佫是第5摆甲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合作，加做2个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I really like it. I was kind of surprised to see the thematics of all the drawings. 16天的乔治市艺术节有超过50个节目甲活动，70%的活动免费开放，希望互更较侪人用亲近艺术。这回槟城即马是拢伫艺术的气氛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好莱坞最近伫咧大罢工，不过最近有2出新的电影，一出是《芭比》，另外一出是《奥本海默》。这2出电影做伙宣传，票是加卖3成，营销会当讲是真成功。黑芭比。
芭比真人版本的电影是讲芭比甲肯尼离开粉红世界，最终到现实的人生探险。马格罗比甲雷恩·葛斯林的演技，也佫有正牙讲女性二队好莱坞的新女导演格丽塔·杰维导演编剧，也袂演就正轰动。We're in a race against the Nazis, and I know what it means.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作做核子弹的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革命的传记电影，导演是英国的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是伫咧讲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科学家研发出史上第一批核子武器，见证战场的残酷本质甲人性的不安。一部伫咧反省战争，另外一部是女性的自我探索。即马网络顶正流行，同一天连续看这两部电影。It's a perfect double bill. I think actually start your day with Barbie, then go straight into Oppenheimer, and then Barbie Chaser. 这两部电影的片商，华纳兄弟甲环球电影，甲电影的首映拢定伫咧同一天了，网络就开始出现各种迷因图。两部电影并列的各种 T 恤也卖甲正好。一个人专工翕底片，根据美国连锁影院 AMC 的资料，有售票开始卖到即马，同时买2张票的人数增加超过3成。同一个档期竞争的电影最近拍片的行销策略，伫好莱坞进前也有过。这边两部电影的风格差遮尔多，讨论度才会遮尔大，喜剧也趁这边的宣传力度，杀出两片合体的视觉图。Are you gonna go see Barbie? Of course. 网络时代宣传的手法无任何的规则会当讲，对正想要吸引观众登到电影院的好莱坞来讲，任何一档有着观众的活动，拢是好的行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吉兰到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6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7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